媽咪曲每日施法變出愛嘅飯盒。有一種早晨係從柔和嘅聲音開始嘅，漢堡扒放落去嗰下，發出一聲好細嘅嘶嘶作響，雞蛋喺旁邊慢慢凝固，芝士喺最上面，就好似被安排好要負責收尾嘅人。麵包只係安靜咁等待被夾進去，就好似一個匆忙嘅早上，整理成幾口可以帶走嘅溫柔。飯團係比較含蓄，米粒喺手入邊嘅嗰幾秒，我已經將溫柔放入去，就好似調味料。角落仲有幾粒提子，綠色同紫色，瞓喺膠杯入面，就好似一排被點名嘅星星。雖然佢哋唔係主角，但都係決定一餐心情走向嘅重要一環。我將兩個飯盒排喺台上時，早晨終於安靜咗一陣。外面仲有作業、考試、同學、老師，好多我無法參與嘅對話。但喺呢一刻，我只需要確定3件事：麵包唔會太乾，飯實正。等到中午嚟臨，呢啲層層疊起嚟麵包同米飯就會喺某張課台旁被打開。雖然我唔在場，只能夠相信呢餐會幫我講一句好簡單嘅說話，對你哋3個嘅愛都係同樣㗎。